毛仔係一隻英俊自信嘅10歲薩摩耶犬，因為患上侵蝕性骨腫瘤而需要接受前肢截肢手術，術後康復過程無併發症，腫瘤同患肢已成功切除。然而，毛仔嘅主人發現佢喺傷口愈合後，仍出現突然哭叫、夜間驚醒及跛行嘅情況。喺手術後4星期，即使持續服用止痛藥，毛仔嘅痛楚仍然加劇，因此被帶到豐盈動物腫瘤中心嘅痛症舒緩科求診，由麻醉及疼痛管理科專科獸醫、麻醉科主管 Dr. Christopherson 為毛仔進行全面嘅痛症評估。Dr. Christopher 根據犬隻截肢後痛症評分同臨床檢查之後，診斷毛仔有可能患上截肢後患肢痛。患肢痛喺人類截肢患者中有充分文獻記載，但喺犬隻截肢病例中卻少有報告。據估計，約有14% 嘅犬隻喺截肢後可持續痛楚長達6個月，若未能妥善治療，後果嚴重。患肢痛常被誤認為手術痛，但係手術痛應該隨傷口愈合而消退。如果患肢痛未獲治療，可能導致永久性行為改變、攻擊性增加同慢性神經性痛症，並對動物同埋主人嘅關係都造成負面嘅影響。Dr. Christopher 以介入性區域神經阻斷術配合長效止痛藥物，為毛仔治療患肢痛。喺真正狀態下，透過超聲波引導進行鎖骨下臂蟲神經阻斷，將藥物精準注射至引發異常痛覺信號嘅神經位置，咁樣有效減少口服止痛藥嘅劑量及其副作用。此外，亦進行咗止痛藥物輸注，以減低痛覺信號引致嘅過度敏感，並協助痛覺受體回復正常狀態。毛仔喺介入治療後順利康復，幾日內痛症顯著改善，痛症評分下降，焦慮減少，並可以安睡。現時佢已經冇痛楚，並繼續喺 HVOC 接受癌症治療。